你转来吼，规个冰箱全部就喷爱洗到黏黏。俺妈妈都讲吼，你真硬係每嘢清呢，大摆做苗栗就带一太多的东西转台北。当然要安尼啊，看俺苗栗装饰的都嘅后面是俺当然要带较大地位转来。今晡日俺爱同大家来分享俺啲苗栗做嘅东西，係俺爸爸教俺做嘅鹹豬肉哦。古時候雖然俺自家咩忙食，食到也鹹豬肉係乜嘅米事，唔講俺爸爸講好。當好食，古時候今晡日俺就要來自家吃住看啦，俺嘅鹹豬肉係乜嘅米事哦。講到也鹹豬肉吼，其實啦，愛做當簡單，一點就唔會難。你是愛撈一堆嘅胡椒粉啊、花椒粉啊、八角、甘草。肉桂也就滷味料全部放落去，放到3層肉蛋糕，然後佢慢慢啦。講起我做哋加一些咧，像係高粱酒按樣嘅酒類，放落去冰箱底度滷3日。愛食嘅時間，將拿出嚟細啊，拿去配就做得。係唔係咁簡單？真係咁簡單嘅事情啊！古時候其實鹹豬肉自家仲未做得，唔過啊，其實也係啲太賣場底度，愛買鹹豬肉，未買得到嘅啦。今日阿權妹吼愛打破大家對客家料理嘅傳統印象哦，做啲老爺客家嘅傳統鹹豬肉拿來做無腔樣嘅料理結合，我相信電視機頭前呢有條小資主聽說會有興趣哦，因為我愛拿鹹豬肉來做意大利麵，大家有吃到當上嘅啲新樂興用嘅做嘅麼？其實啊，我有按用嘅想法係因為大擺去攞杯食嘅意大利麵啊，都可以用埋嘅培根、韓國德國鹽腸、韓國火腿。其實一條東西全部就做得攞到意大利麵來做。佢做乜嘅？你客家鹹豬肉做唔得，腔樣都係滷嘅東西啊！古時候當然未做得拿來做意大利麵了。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，阿權妹就愛來同大家分享客家同意大利麵蹦出來嘅新滋味哦。第一個動作吼，一開始我先撈鹹豬肉，愛拿去洗啊，做乜嘅會洗啊喏？因為呢杯啊有當到香料嘅粉呢，也到粉呢有上絲米頭要剔出骨數，你做得看清楚，然後佢洗剔一道，洗好過後，就愛拿呀紙巾，然後佢出啦，好，然後佢小口嘅撈水咗剔咗走，出咧。好嘅，以後就做得來開始撈呀鹹豬肉切細啲嘅，切泡泡嘅，因為等下愛煎，故所愛切下泡的位，別個時間，而個油啊會停定你太火煎的時間，本佢別出來。好，來切啦，切好，然後佢放到盤內度好。好，接下來係其他愛別樣嘅料誒，鹹豬肉愛配乜嘅？鹹豬肉當然就會來配蒜泥啊，因為呀蒜泥好做得用泡落去泡水條呢就做得咧，安尼泡一下，按樣好係講有人冇想愛食到蒜泥，咪做得唔是食到蒜泥，因為佢動態啲，你做得落去脫開就唔會一定會食到。好，蒜泥咪放一片。接下來啊，假使講中意食辣，好食辣就做得切一啲嘅辣椒味。我記得咯，切辣椒味嘅時節啦，水盡量唔好抿到辣椒底度嘅水，因為呀底度嘅水係假使講唔抿到嘅，呀個水會辣會痛會有黏嘅感覺。故所啊，切辣椒嘅時節，愛食嘢哦，有啲很敏感嘅人會有按樣嘅反應。接下來係呢白菜其實啦也係配菜用嘅，係講也不卡有其他嘅菜，比如講我們嘅紅椒味啊、蘆筍啊、青椒味，一度全部就做得用，咁樣然後白菜薄吉頭嘅，
细细的，细细的。好，也发菜好的以后就系压柠檬，压柠檬好，阿全部爱搞大家一类冻好，用个小药量，冻冻然后用一百柠檬枪，用一滴滴的就挤一滴滴的柠檬水听听，压柠檬就唔用用个啥，我前面只东西然后给装起来。不过阿全部今日搞大家嘅方法哦，就唔是再个前东西然后给装起来了。首先我先拿柠檬滚滚啊，黏黏啊，冲用老给作量用黏黏呐，轻嘛，安尼佢就会变到很软，等下唔会挤接水嘅时间啦，就会当好接。接下来你会拿一个细细嘅刀位，越细佢越好，然后也低头强强嘅安尼，割一个细细嘅孔，好强强嘅，好，安尼强强嘅。哇！因为我家下已经研过诶，故所夹嘅水全部就流出来诶。好，故所按你夹嘅底头就打开来了，然就做得拿柠檬水碾出来。好，看你爱用几多就碾几多。好，好诶，以后啊。压柠檬还做得用啊，还200个用，故所你就留下低头，食转去，安样也有係一类完整嘅柠檬诶，你做得安尼放到冰箱，做得放幾日咧都冇問題哦。故所也阿全部按拿去冰箱，還200個用。好。接下来，一部分嘅料全部就处理好，接下来我爱来做意大利面嘅面嘞哦。其实吼，一般爱啲嘅煮意大利面嘅时间啦，用锅嘅煮，你爱啲锅嘅头前安尼固定，还个爱紧拉，爱拉安尼差唔多10分钟。故所其实用锅嘅煮意大利面係有一系列麻烦嘅事情。故所阿全部爱教大家用米波炉米波意大利面咯，一下来让爱嘅。意大利面不用到呀，动态嘅玻璃温度，再过来加水，加到要温嘅一半，好，添高佢。好，水加好了以后，就要来加盐，提醒大家吼，因为呀意大利面啊啲米波嘅时节啦，其实爱必熟嘅，故所人嘅盐爱不用吓多啲嘅，因为係講不用唔拉多，就冇咩事，你看呀規煲嘅都係水，故所愛多一些些嘅鹽，差唔多不用2湯匙，按到，再過來攞佢攪攪啊，避勻。安尼，然之後留佢放到米波爐，本佢米波都半熟了。好，其實雅烏卡嘅米波爐啊，就係強用3分鐘，按用米波提醒大家聽錯做唔得，100就留佢米波好哦。你試下按你3分鐘，米波都你試到差唔多熟嘅，按用就做得了哦。故所以下就等佢米波。好，所有嘅材料就準備好，到啲呀誒，那面咩啲米波爐啲都拿出來，一下差唔多，已經講做得熟嘅，安尼好拿出來，愛淋一些些嘅橄欖油到當個。倒一些些咧，做乜嘅愛倒橄欖油，倒入面底度呢？因為啊，係因為等下才愛去裝佢，你呀下好係講冇淋嘅橄欖油，佢就會全部鹽強下嘅，你等下愛倒落去就會當難處理。好，接下來就愛開始來做了。首先來準備大家都有嘅呀，太同天鑊嘅準備好以後，就攞油倒落去。先來做一個偏香嘅動作。老爺손呢，放下去，韓國撒下來，辣椒誒，放下去，先來炝香，
做在小口的第一片甘肃一下。好，有哦，有酸的嘅米汤，没有辣椒的嘅米汤，按样就做的老鸭含猪肉不用落去了。我尽量老鸭含猪肉嘅油煸出来。 炒炒啊！好，大家看到吼，其实呀哈吼呀含猪肉蛋糕都有一些的炒有冇？全部就一些炒嘅色，呀个时间就做的老面得落去了。好，老面得落去。 韩国菜咩下去？好，要给时间做得加一些些的水，1 cc 的就好。好，接下来就做得来调面。首先係加下鹹嘅椰檸檬水倒落去。 好，再過來係胡椒味。好，因為家下按煮麵後已經有不用鹽嘅，不過還係愛這個不用1 cc 咧，因為按嘅菜還冇鹽。好，好了以後再個辣辣。 好，按样就做得中盘了，等下就做得來些鹹豬肉意大利麵了。好，我嘅鹹豬肉意大利麵總算做好耶！哇，呀下嘅貴件呢，全部就係呀鹹豬肉意大利麵嘅香味。唔過吼，清明哎擺盤過後，我還要來做一件看起來懂風水的事情，係乜嘅事情呢？就係呀，檸檬記得呀皮哦，清好攞去洗槍裏，洗槍裏過後就做得拿呀就拿去來刨皮。好，好落去。好，哎呀，係唔係看起來當高級啊？也就係阿權妹嗌做嘅鹹豬肉意大利麵嘅，我哋先嚟翕相一下。翕俾我爸爸看，看我有幾會做誒。哦，好，得唔得到來食咧？上來試試看，嗱，我自家做嘅鹹豬肉係乜嘅味思？ 里面的鹹豬肉跟它的天貓一起就煸嘅時間啊，有煸到，嗰度非常好食。哇！今日漢堡沒有做起煮，按用嘅意大利麵不愛爸爸食咯。